咱迄个董老师吼，来甲咱做即个，要这个摔拍点道具啦吼。啊，即个名词听起来足精彩啦，足趣味啦。啊，咱即摆期待吼，即个董老师来甲咱做即个说明。啊，要开始之前吼，我踮遮吼来继续邀请，因为咱马年吼，有继续即个活动啦吼。啊，继续邀请吼，因为咱我甲董老师伊来遮，即个反应拢诚好吼，反应诚好，啊，咱同时咱出诚实。啊，马年吼，咱继续吼，来摆2、3场吼，足精彩，啊，搁甲大家做一下即个互阮说明，安尼啊，感谢各位吼。好，这个阮老师来啊吼，阮老师拍在国外，即我讲叫老师拍我无人讲哦，我拢人讲哦。时间哦，时间吼非常的宝贵啦吼，啊，咱1:30钟吼，咱爱下咱遮个面听吼，啊，所以我今日吼要甲大家来讲的题目呢，叫做刷拍啊，讲话来讲摔拍吼，刷拍兼斗图的台湾的台语，台语吼。这个题目我20当前就讲啊，讲啥时间咧讲，但是呢。所讲的内容呢，咱讲迄讲理吼，可能淡薄仔无共吼，无共。安尼今仔日吼，来甲听看卖吼，听看卖吼。好，咱拍只鼓啊，正式开始。这个吼，我若请教大家吼，到底吼，我即个讲的即个话吼，应该讲台语，还是讲河洛语，还是讲闽南语？各位，你感觉做一个，你感觉较一通？就讲。我今日讲的即个话，到底是要叫做台语，还是要叫做河洛语河洛话，还是要叫做闽南话？哦，干那咱即个话吼，就咱回啥啥的，回啥？你感觉哪较好啊？台语，你考台语。哦，你一个讲的来，我送你一条针。这条真宝贵哦，这条就是台东来爱400当时最帮人咧了话好。我来甲大家讲吼，安尼话啥啥吼，安尼话啥啥，我要甲报告啥物呢？其实吼，烧钱了开咱啦，所以我为遮开始讲。咱即个，我今日讲即个话吼，叫台语啦吼，叫台语，这毋是安尼用伫迄个石头讲逼出来。其实1口啊当前的时阵，就已经将即个话讲叫台语啊。啥物人讲的？日本人。因为古早时吼，阮清朝的时阵吼，迄阵无台语即个词嘛，拢叫做你讲的泉州话，你讲的漳州话，你讲的厦门话，会知影吼？即个台语即个词是当时出来100多当前，啥物人来讲大家？小川上义，日本一个学者，小川上义为着要互日本好啊统治台湾，所以伊特别替日本的官员，伫台湾的官员编一本字典，来第3档了。国民政府来台湾来40档，毋捌编过字典。日本人来台湾是第3档就编出小川上义叫做什么？叫台日大词典。迄个时阵，伊内底就叫做台语。所以真侪人吼，特别即个客家人吼，即个客家乡亲吼，也是完全讲你们台语那我们叫什么？我是讲吼，因非常的无认同，因知影讲吼，这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啊。就讲即个台语即个词，毋是咱家己逼出来，是当初是日本的时代小川上义。伊就将咱即个话，甲叫做台语，台语所以互大家了解因为吼，本身来听，你来来去吼，我讲嘛真艰苦就是讲，因为伊无特别去了解，我搁特别讲，所以啥物叫政治？你看即种就知影，啥物叫政治？蒋中正打来台湾的时阵，咱你看嘛台语，看到无？台语，但是呢，概念了先，伊发现袂啥通。所以较改做闽南语吼，所以互大家了解就讲到底咱讲的即个是闽南语，还是河洛语，还是要叫台语的时阵，我甲你报告两项历史，咱讲铁证如山譬证。第一就是日本人打来先替台湾人编一本台日大词典，内底就将我今日讲的叫台语。蒋中正打来台湾的时阵，咱讲袂记住嘛，袂记住打来的时阵，你看有台语。后来咱变闽南语，我讲。这内底就绝对有政治因素，咱就足歹在啊，足歹吼。咱恢复咱原始的所在吼。来好，这是插回来吼。来，我今仔日吼要甲大家报告的吼，我真讲了大回头以外呢，我要来先来介绍外太空的台语，各位你可能
传说，一较才同第一遍听着讲台语也有外太空的台语吼。啊，来过呢，喙脣皮啊，甲古语的即个台语，什么叫古语？就讲足典啊，伊非常的古老非常的古老啊。过来咧就是讲咧，讲话哪唱歌的台语，这是我今仔日的重点就是我这边的这个主题的重点，我要来甲大家讲这个讲话哪唱歌，讲话哪唱歌，就讲讲的甲唱的变好听。这毋是空喙报纸毋是凊彩讲讲的我讲过这个小婷要几咱过来呢，我要介绍呢阿文教父的台语是安怎阿嬷，咱的先祖是安怎无读过册，咱会拢听到讲台湾话，像我的阿嬷就是一个足好的后来呢，伊甚至呢搁兼做过这个行业做行业讲拢好话讲拢好话，等我要来介绍来介绍。过来呢，双声道的台语，双声道。真侪人就是讲起上来台湾，毋知台湾个双声道即若是西市社区，还是社的社区，都知影啥物叫双声道咱台语双声道。尾也是呢，我来做收一下话尾来，咱就开始来，各位大回头，在座各位真侪人呢，应该拢有经验。早期的时阵敢是讲不能说方言，对无？若话挂交牌无就罚钱，跳乌帮跳乌帮。毋过阮老师拢毋捌甲我发过钱迄阵个是这个政策，所以讲咱真个讲台语时感觉真自然真自然的代志。毋过嘛袂一个咱做囡仔时代，迄阵要讲台语伫公海场合是无遐简单的咱看一下早前的囡仔我所谓囡仔就是学生囡仔早前的学生囡仔的台语会晓讲。但是呢，袂当公开讲，就讲袂当伫学校，还是公开场所对毋对？袂当讲，不准你讲不准你讲。过来咧，但是呢，经过几十天的演变呢，目前的囡仔呢，目前的环境呢，台语随台语讲，无会解限制对毋对？嘛无会解处罚啦。毋过请问各位，你倒会看恁的孙还是看恁后生查囝，看伊，毋敢讲袂晓讲啦，但是你若讲袂认真，还是？袂啥爱讲安尼讲，因为讲袂认真，所以规条讲伊。就讲这整个是大家转变才变安尼啦。就讲早前呢，囡仔的台语会晓讲，毋过呢，迄个时阵呢，袂当公开讲，对毋对？你若公开讲呢，你煞做毋着代志。这世间这件代志，世间上较恶一个代志，讲我讲家己安尼的话，我讲母语，我讲即个土地的声嗽，结果是呢煞变做毋对的代志。这非常严重嘞，这非常严重的咱因为咱久长以来咱到变麻痹去咱是无对问题。我讲我阿嬷教我的，我讲我老母教我的，结果是爱用处罚的，爱用罚钱的，爱挂交牌这真安尼即摆呢，时间一个过，大家麻痹所以即摆的囡仔台语虽然你讲，但是已经袂晓讲，还是讲袂认真俾大家但这语言太重要，你敢知影？特别是母语太重要，因为有足侪讲的。我无要一直讲，高中的功夫，咱通借这点了解别人，伊佫一个感情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头拄仔拄着即个加拿大本国外乡亲，我去国外演讲台语的时阵迄乡亲逐拢叽叽叫咧，咱叽叽叫，伊毋是心浮高啦，是做了高，毋是我甲讲啦，因为伊个离海外听着台语就爽安尼，就是我甲讲样啦，听台语较爽，感情啦，感情。咱无感觉你国外因就知影我头拄仔看咱即个加拿大乡亲过来时，你就感觉伊讲伊找足久找到讲台语的找足久学到真好啦过来呢，思考的方式，什么叫思考方式？我真伫讲即个话若无特别的，若无特殊的场合我通常我拢会要求讲，我要用台语来讲，因为我咧讲时我用台语在思考用台语在思考。我咧讲的时候，就较会煞拍较会专业、优雅、有流练、当老道，这样煞拍，对不对？听起来就真理真理，好听都袂跳针。当然我要用我即个话来讲我毋讲英嘛会晓讲会晓讲，毋管迄个开口无共，所以即个感情所以你叫阿嬷叫阿嬷甲叫奶奶，迄是无共款的感情咧。毋过我讲真奇怪，咱明明就是真卡咧，奇怪囡仔人叫阿嬷叫奶奶，我就讲真奇怪。那我见解是安尼，可以叫阿嬷，嘛会晓叫奶奶。
这是100分。啊，若袂讲100分嘞，爱叫阿嬷啦，叫奶奶啦，吼，别人叫爷爷啦。叫阿公啊，叫爷爷哦，迄是无共款的开口。啊，咱闽南讲是啊，从来捌想过即个问题，啊，所以就拢安尼过吼，安尼过，其实无共啦，一样无共吼。后来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所谓每一句话吼，所谓每一句话，伊背后拢有文化的。吼，我咧讲吼，要来无张旗，啊，要去无小钱。我拢当着行来政治本讲吼，你若去参加人的丧事，像莫安尼吼，安尼开叫着安尼过头，安尼压手压到尾着啦。迄是安那，迄是还是违背咱风俗啦。咱有一句话讲，要来无张旗啦，要去无小钱，敢知影这意思？细汉的时阵，咱讲来讲等下吼，啊，有比如讲故宫啊啦吼，过身啦，去庙庙哪是咯，那反讲啦，讲等要走身咯，安那，要走啥啦？点啊走？哎，大家查一句意思，点点啊。点点仔去，啊点点仔走，你个心意够了啦，免搁安尼带咧，安尼念高兴义，对不对？你再见，我一道理，无咧再见的啦吼。所以我是讲，语言每一句话啊，背后拢有伊个文化，啊，咱闽南拢叫拍起啊，啊，所以咱我无感觉，啊，所以这实在是真可惜吼，真可惜，因为咱这是足好的语言，咱咧讲拍拼，拍拼，我常爱讲一句话，拍拼，拍拼这句话的时，咱逐个拢会晓讲，毋过你敢要想会到？拍拼是日据时代后藤新平、后藤新平讲是来做台湾的公共政策，叫做拍面皮拼灶骹，拍面皮拼灶骹。我想人拢伫袂听节目，所以迄话吼，别向你铁挂落来，袂啦，袂啦，拢有伊个典故，拢有伊个文化啦，文化，啊，所以当地是叫做拍面皮拼灶骹，好，来，对安尼啊，尊严的维护。尊严的维护，语言看起来一个族群的一个尊严呢。各位在座各位，毋知捌读过一个物件，叫最后的一课，最后一课，啊，这做名的迄落哦，就是当时是呢，德国呢接了法国人呢，法国一个老师呢，甲囡仔讲，大家讲恁好啊上，今仔是咱最后一课，明仔载开始，德国人伊接了法国，伊就无爱互咱上德国上法国的。各位有注意到无？日本人来的时阵，日本人呢，咱台湾的国语叫做日本话；国民党来的时呢，咱台湾的国语叫做北京语，对不对？北京语，啊，所以这个语言看起来就一个尊严的维护呢，啊，看着尊严的维护，来，最后一个作文的如何？我就听你讲，我听你讲啥物来讲？你讲啊，面的客家人，我是河洛人，歹势，你讲你客家人，你客家毋讲几啊听讲安尼，又袂晓讲。你毋晓讲，你讲你客家人，吼？你讲你是原住民，你袂晓讲即个原住民话，你讲你原住民，即个假啊，假白啊，一个句都无去啊，咱知影，咱即台人吼，大家拢咧拍拼一件代志，咱希望大家人要成立第15族，叫时代协作，时代第15族，即个拍拼一件代志。咱一般人会感觉伊甲时代也无啥关系，无啥一个关系，伊足简单啦，因时代也话已经无去啊。一个语言若无去的时阵，伊就失去这个族群，就失去了认同感，就失去了归属感。认同甲归属就无去啊！所以各位你想看觅，50年后、100年后的时阵，如果咱下一代拢袂晓讲的时阵，迄阵就无啥物好人啊！我就定咧讲一个笑话，安尼是到时吼，咱的下一代吼要拜拜的时候，爱请翻译，无咱的祖先听无。吼，我阿嬷来教我，伊听无，伊讲奶奶，你赶快来享用嘛！我来讲咧啦，真正。真正，所以我就讲真奇怪啊！是咱明明伫台湾都有台语、有国语，有啥物？是安你来，互你兜的囡仔敢会晓讲一个国语呢？你互人拢会晓，足好吗？我无叫你讲国语哦，我讲总来英语好，较好对不对？因为加一个语言就加一个头壳，加一个头壳就加一个思考，加一个思考，即个囡仔就加较有创意。即个人有创意，伊的思考就较多元，就变较老对啦。所以语言有好无歹，最后一个上重的代志。上重的代志，我服务的学校是高雄参与大学，是一个服务性的学校。我的囡仔去外口的时阵吼，所以我当开始入校咧设咧开即个课的时阵吼，囡仔拢爱拜托囡仔来上的。尾仔时阵吼，拢毋免拢爱经过我3，因为我一班袂使超过10个，所以拢爱经过。若超过10个时阵，爱经过同意，尾仔时阵拢有拜托的。安尼讲，因为伊去外口实习的时阵吼，拢叫我师傅甲派，做饭我做饭师傅甲派。做即个中餐的中餐的师傅甲歹，都只甲歹，安尼讲，因为其实伊毋是条件，是听无伊讲的话。
哎，讲讲，哎，这爱咯，爱咯，吼，啊，所以一个语言吼，你去外口吼，你记接，吼，记接，哎，各位啊，这就记接啦，这就记接，这个就记接啦，记接吼，记性，咱讲记性就这字啦，吼，记性。来，这等下我来讲吼，伊台语上下都，所以叫记接，记接就这，一个营销吼，啊，所以这吼，这我简单讲到遮落啊，而且讲了吼，就到尾尾啊吼。来，国语会记一个，他给我打，因为国语正深嘛，所以咱常讲老师他给我打，哎，老师讲，哎，他给你打还不好吗？对不对？哦，打得好啊，对不对？他给我打，他给我打。就讲伊讲的是国语，但是伊的意思什么话？伊意思是台语啦，伊意思台语。啊，应该咱讲啊，他打我，啊，所以讲呀，台语有水无水吼，相前了几咱，你看，刚国语刚一个打，他打我，啊，咱台语看偌济吼，来，咱做来来读一下，你看偌济。伊到底甲你亲，还是甲你拍，还是甲你射，还是甲你塞，还是甲你扒，还是甲你刮，还是甲你割，还是甲你摸？还是甲你推，嘛甲你对，还是甲你夹，还是甲你推，甲你牵，甲你蹬，甲你看，哦，你看是大屁股哦，哦，这无共呢，伊家一个打我。